讲到琉璃珠，大家会问到让出名的琉璃珠文化。其实早在15世纪以前，全世界各民族都有做琉璃珠的历史的。新竹主动的古有生5年前，因为书店准备一张琉璃珠体验课程的宣传海报，一路落实来做琉璃珠工艺，还开了一间工作室，开始也玻璃艺术的创作之路。这个黑点对上中间这个，把它按下去。对。哦。哈哈。好平哦。好，切过来。用夹背轻轻的夹点玻璃，轻一撒，玻璃同顺的列作2倍，顺向微灯看的好眼，都懂好喏。这个是玻璃刀，是转轮的，它是上游的玻璃刀。那我们把这个齿把它扣好，用力把它压着。用力把它压进去，平均力量把它往下压，拉过来。抢切嘅学员，这套唔太工作室占到能力。就算无当书上嘅学习的空间，学员还喺当专心的堂顶欣赏嘅制图，一样嘅叠出又直又紧嘅作品。所以刚开始做应该要做颜色的分布，那颜色的分布你才知道说我现在烧出来是什么样子。等到下次做，你就做一些很多造型，因为你知道说它烧出来大概会造成什么形状。就伫8年前，年轻做古先生嘅古有生，伫家乡作动小镇嘅西方嘅度，看一间卖琉璃珠文创嘅店面，抢色嘅壁远远就看得到，开嘅行见哪嘅琉璃珠，大家都懂好。古有生讲，佢一间店面唔单止要卖琉璃珠，还靠本人客做嘅体验，做出7架铁球嘅玻璃嘅装饰品。日本嘅工作室的形态蛮适合东方人。佢係一張賣場，佢一張體驗的工作室。你類似的做你設計的東西，做一張冇可能的東西帶轉去。因為安樣，有人因為欣賞古有生的作品，而變做佢嘅學生嘅。在 FB 上、網絡上看到老師的作品，那在我那個時候是跟他買啦，就是希望能夠就是擁有漂亮的東西嘛。那後來，當他有一個消息是說這邊可以體驗的時候，就有過來這邊。事實上，古有生頭擺喺啲台北做廣告產品設計一條路，學琉璃珠係蠻5年，佢用時一搶佢嘅學員工業，我拄好體驗嘅做琉璃珠過後，才開始做玻璃工藝，還可得到國際Centiescope是免費經過幫人藝術8級的獎項獎。就因為我去成品看書，都會看，琉璃體驗課，交通大學，還是覺得蠻有趣啊，所以體驗看。結果只體驗2堂課，該玻璃彩繪啊、窯燒啊，還是說這東西呢還不錯啊，就得做設計，實際上可惜。古有生以為興趣，唔單止買嘅貴套嘅飾品，仲都複合無日無夜練習。喺佢啲1年前，佢添陶玻璃工藝，轉做另一條路。上課1個月以後是賣整套嘅器材啊、設備啊、火炬啊，是都開始慢慢練啊。一個禮拜送一道琉璃珠嘅課程，還是都我較當一掃。技巧是慢慢練起來的，還有大家想，下了做一條路的話也不錯。玻璃工藝較困難的所在，就係要用嘅相當密嘅樹做嘅出來，火一燒嘅出來，一係時要當日無停嘅練習累積出來嘅。火炬琉璃珠叫做火炬塑形，其實形成一隻魚的形狀，所以一般人就會講。琉璃珠就是圓圓的，像球一樣，不是，各種造型都有。一開始要控制那個
就是火的那个部分比较难拿捏，比如说它的形状啊，或者是你要怎么把它烧成你心里想要的那个形状，那个其实是比较难的。要把它很平稳的放进去，不然会动到作品。唔单将火烧琉璃珠，要做好温度，将去窑烧的琉璃，虽然将喺涂各种色的玻璃贴融合，并以窑度一拍，也系需要正经的功夫。火抛光要省温度，是因为直角、弧形、锐角你得省。你要这个窑炉给你买温度，形成买样子，它就春夏秋冬的温度没冇重要，所以你计算都当仔细，当熟悉啦温度。伫操线的过程度，古有生行较相当密个做密个创意，系因为按样，佢点都标的窑烧的琉璃，也系火烧琉璃珠的作品。差不多各种样式都像一只两只天天。像画一些人物的图，直接在火炬上面做，所以每一个都是即兴的。他的五官、他的头发，我都是即兴的，想到哪里做到哪里，就跟画图一样。要做到天天相当密个，就用火画出模样的图，平常在随时观察生发顺畅的人事物。你的灵感就从以前的生活的所有的周边的。把它全部串在一起，就变成你做的东西。故说，其所生长的竹筒小植，也变做其创作灵感的来源。像个新竹有名的瓷的产业，其就融入玻璃的创作地图。重量、释染，都客家人里面都重要，因为释染用释染熬出来的颜色做释染布，我想用。玻璃、琉璃各种的素材做释染效果，另外一个那种感觉。涂温度烧到1200度的琉璃珠，用纸出加热，流出的弯弯弯弯的线条。玻璃棒用火烧过，又缝又弯，一缕缕当浆的花上地蛋糕，用玻璃准纸。古有生当地画出新竹嘅土地嘅故事。